梁朝偉、劉嘉玲牽手放閃郭富城、吳彥祖同場比歲。記者黃敏綜合報道，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於今27日在香港文化中心登場。梁朝偉和劉嘉玲也現身紅毯，只見劉嘉玲身穿純白訂製禮服，梁朝郭富城憑藉臨時劫案入圍，將與郭富城將與爸爸劉青雲破地獄許冠文。九龍城寨之圍城林峰，看我今天怎麼說游學修一同角逐金像獎影帝。他穿着黑西裝現身，梳料由頭再配上一副墨鏡，而郭富城前腳剛走，吳彥祖就和導演曾國祥一同踏上紅毯，兩人同場比歲。台片《老狐狸和鬼才之道》入圍最佳亞洲華語電影。而主演老狐狸的台灣男星劉冠廷也穿着帥氣西裝現身紅毯。古天樂以九龍城寨之圍城入圍最佳男配角，他竟搭 Uber Taxi 抵達會場成焦點。